最下面那一项 Wiki 的 Williams 是不是跟维基有关呢？Wiki 的 Williams 贴在那个这个做测试的了，不是真的这样送上去，还会修改，先把它复制下来再修改。把它贴到那个频道的社群贴文，频道人力媒体库，然后右上角标志图，然后你的频道，选你的频道，然后再选那个社群贴文，社群贴文哦。社群贴文发布，然后点按超链接，关键字前面有加井字号的，点按超链接，可以看到那个原来不是维基百科，它只是Wiki 的Williams。再按前面那个 Wikipedia， 这个才是真正的维基百科。Wikipedia。维基百科免费的，为什么会有人会恨呢？那内容那么丰富，图片、文字资料300多种语言可以设定，300多种语言可以设定。然后设定好就可以看那么多种的语言的资料。那语言版本的资料呢？